后来过来高雄的消息，这个电动轮椅骑有够紧，竟然是掠过机车，甲机车超车。民众讲看一个拢人气，唔敢相信。卖电动轮椅的头家讲，一般电动轮椅上悬的时速只会当到10公里，讲迄台电动轮椅应该是有改装过。比我还快民众骑奥多麦看到头前一个查甫人骑电动轮椅伫咧挂车道，皮甲真紧，明明是轮椅，毋过速度煞紧，敢若啥？比我公司还快！我天哪！骑车民众唔敢相信轮椅乃当比奥多麦更加紧。太危险了，而且现在车祸很多事件基本上都年纪比较大的。我都还是伫后壁骑较慢尔，所以无得了，但是。以后讲时速系我照过了，照我那个绝对会冰车。是可以戴个安全帽，还有方向灯的部分。高雄骑车都蛮快的，它没有方向灯，其实蛮危险。代志就发生伫咧高雄，将高雄成功一路，一个查甫人骑电动轮椅伫咧路皮车，不过敢若伫一顶无瓦无底，安全无瓦，万不利发生事故，后果就真惨。电动轮椅业者讲，一般的电动轮椅时速上最10公里，怀疑这个查甫人有可能家己改车。电动轮椅正常是10以下，有可能是民众自己去改的啦，因为这个一般的轮椅公司不敢改这种东西啦，是违法的。可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78条第1项第2款，不在画设之人行道通行规定举发，处新台币500元罚款。警察讲，查甫人伫咧路的违规骑电动轮椅，会依法该罚5百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